目前伫咧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明仔载透早就变做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上接近台湾的时间是伫咧初6、初7。为了要感谢国军，总统进前希望卖场伫咧军人节会当互下一军人优待。经济部强调无强迫，完全尊重业者意愿。台南客家昨早起有一位伫咧饮料店做散工的21岁查某外送员，外送半路去弄到地高车不幸过亡。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风台动态。气象署预估，目前伫咧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咧明仔载透早呢，就会变做是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间是伫咧初6、初7。那气象专家也提醒讲，这个丹纳斯的结果真实前，有机会发展做是中度风台，甚至无排除伫咧台中以南来登陆，请民众爱提早准备。 东游山尾头不少人咧排队等时阵吹佚佗，暗过阵风台来势正凶。根据气象署东港小琉球各航段未来6日预报，这日上悬永悬有3.6公尺，风力超过6级。来往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航运业者宣布，初5航班正常，初6全日停驶。我们已经公告了，就是礼拜天一整天是暂时目前是决定停航的，以策安全。本来是要3天2夜，现在可能明天就要回来了。那今天载的那个菜啊，这些量有没有增加的？有，增加2倍吧。台东客运业者也公告，初6台东来往绿岛南势巡邦取消，目前伫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按算初5透早甲早起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上接近台湾时间可能伫拜日到下礼拜日顶半天。在6号到7号上半天，相对是比较接近台湾的时候，海景的一个部分的话，目前还是预估会是落在明天的一个清晨到上半天这段时间哦。 准风台丹纳斯正发展，照目前预测有可能沿台湾海峡上北，也毋过也无排除会偏东或者是偏西。无同的路线也为各地带来风雨影响也无同。气象署强调，目前路线依然有变数，专家提醒也威力未小，甚至无排除伫台中以南来定陆。 它的强度应该不会到非常的弱哦。从模式的预报看起来的话，大概也会有青台的中间，甚至到青台上线的，甚至到中台。专家分析，风雨影响上大的所在应该伫苗栗以南，也有恒春半岛、台东等地。啊，不过因为风台影响上过的时间是伫拜日下晡，即摆风台假可能是无希望咯。 其实真的比较有可能放台风假的时间，反而是在礼拜天的大概下午到晚上之后，一直到礼拜1的清晨之前。感觉这一次可能要真的去放到台风假的机会似乎比较低。爱特别注意的是，也有宜兰到东北角、北海岸、大台北、东平等地，可能因为强烈风台环流受地形影响产生高雨效应，也可能有较强的风雨。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本地今仔日要处理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南北两党想要推动普发现金1万块，所以临时打动。这南北两党决定要等7月初9，也就是要美国暂停对顶关税期限过后，才要来处理。另外，今仔日呢是民进党团也提案，针对副总统萧美琴进前访问捷克查一领发生车祸意外，希望立法院会做出决议，谴责北京，要求中国爱公开核实的。 立法院议场裁判表示，民众党的立委随时早起就入去议场内面表达对赖总统的抗议。立法议会随时原本是要处理影响美国对顶关税冲击，行政院通过规模4100亿的论性特别条例草案，一个南北进前就强势要普发现金，南党团拍算一万，北党团是6000，也无这么拢话停。 应该要等到整个台美贸易的这个协议有这个一个明确的这样的轮廓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再来去处理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那为什么普发现金？就是在处理去年税基剩余。民进党真的想说的是要发是我来发，也不是在野党发了。民进党现在讲的，如果讲得过去的话，那苏贞昌那时候搞的不是全部都错了吗？普发给市民，那是整个国家 承平时候太平盛世，我们可以再一步去思考。南北有新强势，
要等到美国关税反冲期过了，再个看实际情形处理特别条例，也有普发现金。另外，营运副总统萧美琴去年去捷克访问，中国山计划冲撞事件，民进党团提案，希望立法院做决议，谴责北京，要求中国公开道歉，也强调是要回应抱团的诉求，要求中国道歉，未来要停止对于台湾主权的任何伤害行为。我们国际参与的权利是我们不可剥夺的国家主权。另外，立法也提案要求立法院加速推动国安法制改革，对抗中国的渗透威胁。不过，民众党团的重点是放在咧打击诈骗，认为这几年台湾诈骗正严重，提案要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就打击诈骗行动管理2.0执行的成效做专案报告，并且备询，已经交付立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了感谢这国军保卫国家的贡献，总统赖清德真正希望航空公司会当予军人大升升等的福利，也呼吁大会场伫咧军人间的福建一军人优待，希望企业做回来响应。甚至传出讲，这餐饮业者收到经济部的公文，不过经济部竟强调，只有先敲电话问，意愿无强迫，也无发公文，完全尊重业者意愿。总统赖清德接军伫团结国家10天来呼吁各界予军人福利斗阵进军，除了优先登记、升等商务舱以外，也希望更加侪企业响应。真侪有名的超商业者讲，93军人节本来就一直有相关优惠的计划。大卖场的业者也讲，其实每年拢有规划专属的活动。好比说像指定品项满额会有一些优惠的回馈，购买某些商品，我们可能还有些指定的折扣，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出示证明，你还可以再加价购。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陆续的规划进行中。在企业参加的部分，去年台北101除了经过9月，国军会使免费参访。环境台以外，也推出限量军装版的93联名乖乖，甚至甲国防部斗阵推出数队活动。今年是强调绝对延续多年以来建军专案。不过，其实团所有餐饮业者收到经济部公文，内容是要求伫军人食饭时提供拍折优惠，而且袂用即时形式。不过，经济部澄清，商业事实性敲电话问业者意愿，无强迫参与，也搁再讲到无发公文。作为全国性的商业代表团体，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国军。当然，我们也会积极的跟政府来沟通协调，希望可以尊重个别业者的意愿跟营运状况。有超过800间企业会馆的台湾连锁家名促进协会讲，会着消费者响应名单，并且公开来推广。调解立委虽然欢喜看到响应，不过在野党是呼吁政府先设好配套补助，甚至应该支持进行通过军人加薪法案。总统的用意也是希望让军人得到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是鼓励的形式，然后务实的对军人好的话，那其实应该是直接减价在他们的高铁跟他们的火车上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在这边呼吁说，左荣泰院长，既然总统都已经发布公布命令了，未来军人可以加薪，那其实我会建议军职员不要去释宪。国民党甲民众党进行推动3读的军人退步条例，虽然总统府已经公告，不过行政院是不是实现？行政院只是讲也伫问专家意见，评估各种合法合宪的救济手段。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军用品店这姓王的头家一口罩5个人，可能是投资黄金防诈骗，欠几落100万只来行地路。检警今仔继续追查案情，遮侪人讲买这黄金呢，会当先对这金豆啊，这种细粒黄金开始买。今仔店就提醒讲，这利润无到5%，可民上来准会当抽正这就是不合理的，民众爱会晓警觉。警察队的人出入入，法官一家5个人命案，敢若是因为黄金投资诈骗欠真侪钱。台中地检署测试早起，甲丰原分局召开专案小组的会议来调查案情。今早，台中地检署与丰原分局召开专案小组会议，以着手进行相关查缉作为，务求还原事实真相。若涉及不法，必依法严办。台中市民意代表捌接到王家求诉，讲大汉查某囝经过同学介绍，替人入卡买黄金，入卡15万块，就使提3000块的commission赏。敢若是安尼，落入去诈骗甲暴力讨债陷阱，尾也无才调还出侪钱，有时规家甲行上绝路。刑事局讲，随国际金价起价，黄金诈骗对去年年中就开始流行啊。小单位的金豆免真侪钱就买会到啊。台中市金银珠宝商业同业公会提醒，金价行情拢查得到。买卖差价利润无到5%，但是不合理相关的commission赏，民众就要有警觉。一个金豆，你如果1克的算起来才3、4千块，哦，
3、4千块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有1000多块的佣金？我觉得很不合理啦。第二分局车里也记到北区一间银行通报，讲一个57岁姓邓的查某人，领25万要买虚拟货币投资黄金，讲会使赚不少钱。警察到现场来考证，民众买啊则无领钱去投资。女子才透露自己是在朋友介绍下加入投资群组，由名师在线授课，并声称只需以虚拟货币购买黄金即可高额获利。方圆王家一家5人命案，依然真侪疑点，亲像诈骗详细情形，抑个是毋是甲暴力土地有关系，拢爱等待调查。电话人物大汉查某囝市长同学，测试下晡已经到案接受调查。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诈骗是国安的问题，手法愈来愈新，已经要求警方侦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1日，台北市大安区有一个18岁生出来查某护理学校学生，骑车经过忠孝新生捷运站的时阵，等红灯，这吊车呢说对后壁撞过来，伊是当场死亡。这77岁吊车驾驶讲赛车进前伊就无爽快啊。今仔日是一个查甫学生的告别式，看到事故民众也来到现场表示哀悼，强调讲这司机呢是超工甲搞过去的，咱来家属认为这司机是故意杀人。外面小人看到这吊车弄到停等红灯的骑车人，这个意外是顶个月2日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当时吊车直接弄到3台停等红灯的汽车，造成其中一个生出来查某囡仔不治死亡。家属测试举办告别式，老母真伤心讲，查某囝骑车和吊车弄到爱过，讲这司机是为着要降低赔偿，挑工第2摆甲爱过。从那个等待区拖到待转区，我女儿在待转区的时候呢，她等了1分半之后，她又在拖行阿北的车子到马路中央，再右转甩尾出去，全身在抽搐颤抖，眼神是充满了惊惧跟害怕，然后呢，死掉的。他一路拖行阿北跟少女，也是旁边路人看不下去，跑到他旁边，跟他大声说，他才停下来。有吊车弄到不过轻伤，看到人出席这告别式，讲这造成事故的司机有来回爱过动作，死者家属不满。事发到这阵77岁，新罗司机根本都无讲无插，而且事发当时，伊就讲家己开车进前身体已经无爽快，互家属实在无法度接受。他到现在呢，也没有说任何的话。作为家属来讲，我觉得他是完全是恶意伤人，他没有忏悔的神情啊。你装也装一下好不好？你连装了，你给我个原谅你的机会都没有啊！先经过警方调查，造成事故的司机当时无啉酒开车，证照正常，不过依法依照涉嫌过失致死来移送。这案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等待司法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永安区泉州沙埔公园昨暗头仔呢，有一个76岁生出来查甫人伫海里游水，所获3只龙洞狗仔攻击受伤，落尾是不幸渡水死亡。再去动保处也到现场抓这狗仔，检方按算伫明仔载呢，要来检验遗体，进一步了解死因。泉州沙埔公园有封锁线，已经无看到游动犬。测试早起，兽医甲动保处人员到附近要抓前一天啊，好亲像伫海里热国家游泳的人溺水死亡的游动犬，发现3只，啊，毋过无法度换。居民是讲，当地游动犬数量愈来愈侪。你第一只你内底，第2只就惊就走啊！啊，这温啊，你要怎虐啊？无才调人虐啊！地生炭啊！当地渔我那一位也是有发现游动犬2、3只，确定生份人会肥。当地里长是讲游动犬无法度减少，除了讲甲淹起来了后，甲放倒转来，上大问题是有人定期伫饲。大家啦，起来，我这土地咧饲狗的。里长真系解发现，敌人人输饲游动犬，有时要互狗仔拢牵伫遮，数量愈来愈侪。顶礼拜有民众伫同一地点遐有夹着伤。应该是上半身吧，伤口还蛮多的，也不知道缝了多少针。讲你甲饲养啊，无你就带转恁兜饲啊，有够困觉，每个人都甲饲了，再来阮苦林咧养。啊，狗仔伊有人食，伊就伫遐伫生炭。去年里来有另外一大海啸，也有透早游泳的妇人人去游动犬热国家落落海渡水，目无开，尾也救倒转来。拿该区域为热点捕捉区域，今年迄今动保处在该等区域已捕捉浪犬51只。呼吁动保处可以跟民间团体一起呢，合力的来做当地流浪犬的节育，
回放任务。动保处表示，今年这打已经掠51只，检判有动犬有人饲只犬伫遮，会加派人力巡检，也会请环保局取缔饲有动犬所造成的垃圾。民众建议政府比较青岛顶移除，掠一只掩起来补助偌济钱的方式，可能较有效。记者采访报道。昨下晡，伫宜兰南澳这金角水厂，佮再发生毒水意外，在一个高中生烧酒去遐生水，有一个18岁细号的高职毕业生毒水死亡。这金角水厂进前也捌发生过意外，当地教练就呼吁讲，这水厂遮有倒流会较危险，生水时阵就要穿救生衫较安全。伫蔡龙会河流边，消防人员搬一位被救起来的查甫人，搬去哩救护车了，随送病急救。不过，这个查甫人命也是救袂大。天气热，真侪人爱耍水，不过伫宜兰的机关瀑布所传出毒水的意外。经同仁现场评估患者欧卡，同仁立即实施 CPR， 并将患者固定于常备板，经民众协助搬运至救护车。毒水的这个4号的查甫人，高职拄则毕业，昨趁大家休热，甲朋友同学11个人烧酒到金源瀑布耍水，无想到讲所发生毒水的意外。金源瀑布若特别热天的时阵，就真侪人来耍水。发生毒水的意外也毋是第一遍。2017年发生2个表兄弟拢跋水的不幸死亡。2019年有塑化界工人伫咧遮淹死。2024年9个人撩开水场起来调调的，好佳在无人伤亡。他的救生基本上就是安全度是非常高了。金源瀑布遮这几年有真侪业者带游客来遮撩开，算是初阶的路线。有目击这边意外的撩开教练讲，金源瀑布当地流血无正危险，不过有回流区。一般人耍水时阵，若无穿救生衫或者是脱着衫，阁袂啥会晓受水，就真容易发生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光复乡这太巴龙部落的红竹米生活馆，昨暗11点外发生火灾。这生活馆是规个小气，阿米族留落来保存做种的红竹米也拢烧了了啊！这车子被烧起来了啊！快点，我们的这车子被。大火烧加紧，各大消防人员出动11台消防车加20外个警义消，第一时间就赶来灌救。不过现场的建材差不多拢是马草、有竹啊、黄藤这种真好烧的物件，所以火真歹拍化。3号的晚间11点04分接获火警，指称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发生火警，那火警造成建筑物全毁及2台自小客遭波及。花莲光复乡太巴龙部落的红竹米生活馆，2014年兴建，是当地阿美族人重要的粮食保证基地。馆内还有一种真罕看到的红竹米，这个嘛烧了了，让部落族人真伤心。红糯米这个种子，那现在被火烧了，那在之后的一个取种啊，会有一段的时间的困难。那我们会尽可能的看看，部落的居民或者是改良场那边再取得重要的一个种子。好在规个火灾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甲损失也搁伫调查。不过这个月19日要举办红竹米节，必须爱停办。部落中路是烦恼，若是找无保证的红竹米，未来部落传统滴酒酒也是食农教育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自来水公司李希潭有一条管线昨破去，当咧抢修，也造成苗栗县台中超过30万户停水。这自来水公司新设120个临时灌水站，不过民众就伫咧怨讲停水也无通知，去灌水也无水通灌。水道破开，缩单无水，民众只好摕水桶去找水。台湾自来水公司李义潭灌水管线吹沙漏水，为着要赶紧来修理，紧急来停水28点钟，影响的范围包括台中、苗栗，拢总30.6万户。有民众厝内水塔已经打底，透早来临时供水站嘛是无水，还讲乃拢无通知。没有通知啊！邻居突然发现没有水，才知道停水了。我家是有水塔，所以还有一点点水，可是也剩不多了。拢无水，长无神起来，一趟尔，怎冲便所得啊？台水公司表示讲，漏水的是原本水站内底2600米里的原水管线，是1993年的旧管，因为地动伤久来破裂，这届因为时间来紧急停水，停水时间是初3下晡2点到初4暗时6点。台中市大概有29.9万户，苗栗市是7000户受到影响。
这一次因为我们鲤鱼潭原水管有一个2600的一个原水管因为重物的碾压，然后造成焊接裂缝的一个扩大破裂，然后我们也紧急召开前进指挥所跟紧急应变，设置了120个紧急取水站。大水强调，这摆透明赶修，因为时间紧急，部分临时供水站也未付补水，原水管线已经伫初时早起8点接好势，当咧开始陆续恢复供水。不过管线要再甲地势较悬的住户会较晚的，嘛会持续调派水车来顺回补水。记者综合报道。陆军退中将辜安讲呢，伊涉嫌伫咧台湾替中国发展武装组织摕中国钱，互依照国安法起诉了后，法院呢在今日搁再开庭审理。想袂到出庭的时阵，伊大声话讲，伊无对不起国家。慢慢啊上楼，互提审出庭的，就是陆军退役中将辜安国。我对不起国家，那你们对不起伊牵涉中国间谍的案件，随时出庭受审。伊情绪激动，大声反驳，讲家己无反背国家。共款出庭的，阁有伊的特助刘奕珍。还是不认罪吗？有没有背叛国家？这件重大案件，检方起诉辜安国，互中国的政治单位买收，要吸取以早的军中的同事，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搁收中国的资金，策划颠覆政府的作战计划，协助中军攻台。若退役甲对应化牵线的，就是通促党总裁北龙张安乐。他跟我关系不错是事实，有接受我们办活动就请他过来演讲，有，但没有说介绍那边没有。重点的案件是直直发生，其中冒死的是民进党的前党工，防指讲是互中国的金钱来诱拐，泄露机密的资料。经过北检起诉了，台北地院会伫初时下晡开庭。不过，无论是林野前党工，也是辜安国，因大家拢在画冤枉。高安国先生他的这种论述其实是不成立的。有没有叛国，其实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华民国是基于民主宪政成立的，所有享有这种民主跟言论自由的组织跟成员都有义务要来保护这样的体制，这就是一个平衡点。重点危害国安，国内已经修法的防治，按军人到前党工，到底因敢有出卖国家？就要等法院来审理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RF-5的侦测机负责台海任务，掌握到强军的动态，搁再有这灾害攻击超过20年，今仔正式退役。这空军早起伫咧花莲基地举办 RF-5的退役典礼，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强调，日后会由 RF-16来代替 RF-5的任务，继续守护台海。3只 RF-5侦测机和2只 F-5F 战机作为合作，组成大型的队形对架空冲场，让大家看 F-5型机上尾一摆表演。花莲的空中拢是战机引擎的声。上尾一摆飞过天顶 F-5型机，上尾任务结束，医师通过水门完成观测电视公营退场，飞行员列队甲行李接受全场的拍扑啊，场面让人感动。做空军的大神摆，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过去捌驾驶 F-5型机，这是伊去到空军花莲基地主持 RF-5的退役典礼。第5联队战术混合机联队第12战术侦察机队 RF-51型机解除战备。当来看 F-5型机的历史，国军摕到美国原厂的授权，1974年第一只 F-5E 出厂，伫台湾生产308只 F-5E-F 型战机，是全球有上济 F-5的国家，而且伫1996年的台海危机内面升空警戒，嘛支援台幕中队去也门，后壁阁担任雷虎小组执行特技表演。另外，军方是对1997年开始购改，交予新加坡宇航公司，甲7只 F-5E 战机改装做 RF-5E， 执行台海干政任务，嘛参加9日1大地震、800洪灾的空袭任务，点点守护台湾超过20档，即马正式退役。RF-5E 功成身退，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 F-16的征兆即将要接装，这也是我在前面所说的1棒
皆一棒。F5航越大海超过半世纪，现场除了有相片壁，嘛展出向尾抓飞弹等武器和装备。现场也展示 RF-51侦察机的主要装备，在记者眼前的这台虎看相机，就是用来侦搜中共军机军舰的动态。我们一直盯着所有飞机，不要有任何的状况，有状况要立即处置，所以所有的那个紧急操作程序都还是要背在脑里。然后落地以后，能安安全全的落地，看到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滑回，是觉得心里非常的开心。RF-51侦察机走过20多个年头，留下了英勇的战绩，而这些画面也都被空军保存下来，成为空军的历史。而如今 F5系列战机正式告别台湾防空，功成身退。记者综合报道。7月26大罢免就要投票啊！这罢免团体呢，反共护台志工联盟今日对花莲启动护国大绕境，因是呼吁这支持者大家站出来，做保卫国家乡灯卡。啊，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立委布坤基是搁在这期罢免的正当性。罢免团体反共护台志工联盟甲民进党合办护国大绕境，刷专台超过30个罢团为花莲出发，兼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坤基、毋来叶巴老师、叶春莲校长收听，无党籍花莲县市长丁俊也要伫7月7号到底。其实他们在赌的就是民众的健忘，这个忘记他们过去1年以来附随组织在立法院里面怎么恶行恶状，然后这个毁宪乱政亲中投共，通过了非常多伤害国家的这些法案，铺天盖地的各种抹黑、重伤、攻击，甚至把台湾各地的人都找到花莲来，深刻的影响到花莲人的日常生活。再一次的正告赖清德总统，请不要污染花莲。布坤基这期罢免的正当性，2726地铺南汇罢免案投票，敢若剩3礼拜，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家平评估，面临客观罢免风险的只剩3席。桃园的杜宽吉、新北叶元之、加大党的黄建斌，加最近因为牵涉贪腐涉弊，加做新闻焦点的郑正琴，加做3+1危险名单。目前被列入罢免的危险名单里面吗？2个是你还。都要很小心因为我在想说各种评估都会有，那我们其实也是随时保持最高度的一个警戒的状态。另外，进前台湾队长陈杰贤和网友解读听罢免，汉籍拉拉队员李道辉也被人解读，加做支持大罢免大成功。公关团队也出手呼吁唔通散布合成图，避免误会。你越这样做，其实只会让社会大众越反感而已嘛。这喜欢看李多慧跳舞的人，或者是喜欢看陈杰宪打球的人，会希望他们的偶像被你罢免团体拿来当工具使用吗？网友上面呢，对于这个不管是罢免还是反罢免都会有他们这些创意但是在创意之余呢，还是要去注意。中选会车车公告24个立委罢免案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的投开票所，民众应上网点选户籍地，就应照Google地图显示投票所的位置。记者综合报道。40多年前，检警抓到一个国际卖婴仔事件，上报有60个幼囡仔被拐去，这犯罪集团甲因改名卖到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呢，有一寡人大汉了后，回来找找因的亲人。其他咧，有一个是对澳洲回来，伊先去户政机关调资料，要去这刑事局做 DNA 采样，希望会当找到伊的亲生老婆。This photo, which was taken when I was small, probably about 2 months old. Hopefully she can recognise this may be the last time that she saw me. 提出婴仔事件的相片，45岁范丽莎为澳洲来台湾顺亲，因为面容关系，第一细汉就知影，即摆爸母毋是家己的亲生爸母。佮伫几个月之前，知影家己是互卖婴集团卖到国外，就决心看海找妈妈。In case my mother didn't give me up intentionally, I want to give her the chance to know me and for me to know her. But even if she did give me up intentionally, I would like to tell her that I love her and sa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a life. 讲到后天老目屎，范丽莎特别强调，家己倒边下产有提起，希望靠这项特点提悬上进的机会。也讲户政事务所调出示证明，无奈法规限制，无法度提到联络方式，杜海照协助个案的维护部相关机关来处理。我们会先透过户政去查询这个生父母，查到他的地址，我们就会寄发通知信给他们。就我们处理清，我们资讯中心到现在大概做了8、9案，多数得到的讯息就是我们即便去联络这些，都会说他们不是。那有的也愿意配合做 DNA， 也确定不是，确实大多数的资料都是伪造的。
其实真侪年前，多人看海纯亲都甲范丽莎同款，拢被杜立兴反兴集团卖到国外。这代志就伫1980年代，杜立兴翁某除了拐骗婴仔，也找无愿意饲囡仔家庭，公司用收养照顾，煞甲诊所合作，参加出示证明文件，将至少60外个婴仔转卖国外趁钱。伊为着要互顺亲之路用更较进一步，也到刑事局做 DNA 采样，比对资料库。他的生母可能在台湾没有特别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犯罪记录，或者相关有被采集到相关的 DNA 的记录的话，可能要找到相关的一个就是相认要认亲。我个人觉得不是没机会，可是我觉得机会不是那么的高了。就算机会渺茫，也袂放弃。范丽莎毋若希望照镜头用互妈妈看到，也希望更较侪妈妈出面，找回因互杜立兴卖出国外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人惊注疫苗，今年有机会有新选择。这是俄署表示讲，喷鼻的流感疫苗伫台湾摕到药证，按算10月初开始使用。医生表示讲，这喷鼻啊，直接喷伫咧鼻啊黏膜，就会产生黏膜抗体，保护力并注射较悬。不过，这款疫苗是活性减毒的病毒，限2岁到18岁以下使用。要应对秋冬流感疫情，大人囡仔拢抢注这个疫苗，也毋过对着注射，毋但囡仔会惊，不少人要现检的状况。今年秋冬流感的季节，渴望有新的选择，经由喷鼻的方式得到保护力。全新用喷的流感疫苗已经伫2005年摕到药证，预计伫10月开始。其实最常看到的场景就是妈妈带小朋友来，原本以为可以顺利结束，但发现一个人根本抓不了鼻喷剂，而并不是传统我们知道疫苗的用注射的方式来达到保护力。然后如果是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小朋友的家长，其实就非常的有说服力哈。甲过去传统注射型疫苗比较，抗体是伫咧肺液内底，用喷的流感疫苗作用机制差真大。小黏膜免疫疫苗利用活性减毒病毒，伫皮黏膜就产生黏膜抗体，第一时间来对抗病毒。研究结果更加显示，保护力比传统用字的较提升。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在某一个温度之下，它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复制。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个疫苗这个病毒就要死掉哦，那这样才不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这种感染。本署目前已核准持有之鼻喷式流感疫苗，以预防此疫苗所涵盖之 A 型与 B 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流感。医师讲，不少家长已经伫咧问种用喷的流感疫苗，更加有诊所已经开放有药。不过，医师也特别说明，因为用喷的这流感疫苗是减毒疫苗，敢若适用2岁到18岁以下，可能副作用亲像流鼻，也个鼻啊脱掉咧，甲发烧超过37.8度等。有新的年龄人免疫力较低，多产慢性病，拢需要经过医师评估是毋是适合。记者综合报道。烦恼休热期间，青少年会接触毒品，警方加强青春专案。桃园分局也抓到这卖毒品的集团，伫桃园新北等所在查到10多个毒品贩拿。电梯右手边，电梯右手边。家门击开，警方分作3路攻入去，查到卖毒集团分别伫桃园新北等据点，查到姓沈也甲其他10个卖毒的药头。现场查扣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兹分弹，第3级毒品凯他命、彩虹酚、各种毒品加皮包等真侪毒品，也个卖毒的不法所得10多万。本分局专案小组与保安大队联手攻坚贩毒集团据点，成功起获贩毒集团首脑及成员11名，查扣毒品相关证物，全案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后热是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高峰期，以桃园分局青春专案毒品查缉112年417件，113年428件，今年到目前为止，短4天有14件，查到的件数有相关的趋势。警方强调，专案期间会加强查缉 KTV 等危害少年身心健康的场所，也针对毒品诈欺帮派组织吸收少年儿少、私密影像等犯罪，也有偏差行为积极查缉。因为其实它叫青春专案嘛，所以其实应该是要跟青少年讲说，这些地方他们其实是不应该去的，或是不应该出现的，而不是用抓捕这件事情。针对青春专案，戴孝明认为不应该干伫休热才执行，呼吁教育部应该思考，让青少年爱知影这个所在是无安全的。嘛讲即马青少年大部分是以网络甲线顶的社群为主，爱甲重点放伫儿少的所谓安全。记者采访报道。
高雄大庇湖车正是由高雄市政府代管，即阵呢，这园区出的管制立钱拢改做是电脑化，却因为初期运作袂顺，问题真多。交通局特别安排人力来斗3工，不过是临时通知，要求所有的科室员工拢爱落来轮班，牺牲因的休假，即卖也引起基层员工的不满咯。民众提前行来大庇湖的服务中心，准备要办免柜停车的登记。自初起，大庇湖园区的出入管制收柜全部拢改做电脑化，因为未少侪伙人对电脑立钱的操作无解释，核心系统的初期运作出现真侪乱象，所以交通局就安排各科室来斗支援。不过因为临时临要进前工通知，计2工都爱轮班，平常日一工2班，一班2人；假日一工3班，一班6个人。和基层公务人员真不满，唔来向议员投诉，佮伫网络打文。员工讲虽然有补贴，不过因甘愿休困。公务人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1.33、1.66倍这些加班的加成嘛，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还是希望假日可以在家休息。外包厂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市政府却在每一个假日都出动了动辄18到20位的公务员。其实呢，出动公务员在现场协助也不是不行，但我建议是出动停管中心1到2名的主管在现场督导外包厂商的业务就可以了。因为市府接管大庇湖，招请居民甲新庄者也是维持停车免钱。不过因改做车牌辨识，爱将犹太科的车牌资料记入去电脑。交通局表示，进前拜托公所到登记资料效果无介好，这会变做这几工，真侪民众拢走来现场登记。厂商讲，逐工拢有200-300人来申请。进前啊，公所敢有通知恁讲爱去办啊？无咧，无讲咧。啊，你哪知影讲爱来这办？我今晚来到了，因讲我就知啊。加派人力之后，那还有一些略显不足，那也谢谢交通局体恤哈。那所以他有就是说有安排交通局的同仁啊，他们有排班来。针对员工的不满，交通局敢若用文字回应，会用专案补助员工的出勤加班，后续会看民众的申请状况来进行排班人力的调整。记者柯嘉如、柯昭阳、郭永昌报道。伫咧嘉义民雄车头附近的这牛肉一条街真出名，食饭时间真好停车。啊，若休困日仔呢，因为这民众违规乱停，会造成塞车。警方表示讲，目前呢会先加强处理。啊，若公所表示讲，已经伫咧附近起停车场，按算明年会当启用。警方驱赶违规停伫车道的车辆离开。民雄车站头前这条和平路是民雄有名的乌肉街，只要到食饭的时间，才着较会塞车。若是假日的时阵，违规乱停车、塞车这种状况就会更加严重。假日是满到无路啦，食饭时间啦，四面八方的车拢拼来，食饭时间这边100-200台以外啊。普通时候还好啦，假日就可能会比较塞一点。要找停车位就比较困难一点。警方也呼吁至民雄乡和平路用餐之民众，切勿利用车道作为排队停车空间，导致车流回堵，容易发生危险。民雄火车站头前的和平路，才180公尺的距离，就有5间卖乌肉的餐厅，附近阁有菜市仔。为着要解决火车站头前常常找无车位造成塞车的问题，乡公所去年就开始起新的停车场，按算年底完工，明年就要来启用。汽车位大概有170个。那机车可以停120部，加上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应该势必想说应该可以解决假日民雄拥挤的一个车潮。警方表示，为着要排队等停车位，这条路口有民众把车停伫车道的状况，警方会配合这车流量较侪的时间，加强周边的巡逻甲处理，减少违规停车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传出有民众利用这劳基法的空棚趁钱，这个民众逐摆去上班，拢上一工了后就共警乱，店家就无要安排伊来上班。这个人呢，伊就去告店家无依照法规来甲伊私偷录资遣，被讨这和解金含资遣费，而且逐摆拢有摕到钱哦。这台南市劳工局就提醒讲，这劳基法呢已经甲试用期汰掉啊，头家就要了解相关的规定。劳工局咨询柜台，然后劳资纠纷，定着有人来遮咨询。近来有一个查甫人，敢若用劳基法已经删除试用期条文空棚，专门经细间店家去食头路。根据了解，伊讲家己工会经验丰富，实际上表现煞配合到家，甚至更假名去应征。就买店家无去安排伊后续的工会，这煞互对方反转来指控店家无依法甲死头路，店家真无奈。他们其实去检举的时候，就是他要的就是像之前费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没有录用他，为什么要支遣费？然后后来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要4000，而且当天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下一次再调解就不是要4000，他改成要9000。之前的部分就是，如果员工是不适用，就会跟他口头去约谈，如果约谈不 OK 的话，会支遣他。那支遣他的时候，也会照劳基法是赋予那个支遣费。当事店去讲，对方以这款手法，致使侪店家拢受到检举嘛封告。嘛讲因为因对就业服务法规定无解了解，认为试用期若未下，就会当免来，无疑我有违法记录。这个查甫人定定做一工，因为店家也未替伊投劳健保，嘛确实无依法完成私投入停诉。真侪店家只好选择和解。劳工局嘛提醒，若要停止劳动契约，爱10工前通报，解开离职证明书，避免违法。未满5人的，我们劳工到职的时候呢，要帮我们劳工加就业保险、职灾保险及6%劳退金的提拨。那如果呢，雇主聘请劳工有超过5人以上呢，我们要去劳保局成立投保单位，帮我们的劳工做劳保上的加保及劳工退休金6%的提拨。其实，多数店家面对应征者，拢会耗较长的时间去补交资料才投保。劳工局嘛强调，这阵劳资法无试用期规定，雇主若要甲员工私投入，就算劳工做一工，嘛要照常依法投保，连薪水嘛要拢算好清楚。若要租客嘛要照比例付，免得互有心人有机会利用，影响劳资双方的权益。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云林未了落水客出海口呢，最近这监视器有翕到石虎。当地民间团体表示讲，这是云林沿海头一届看到石虎，伊是认为讲这林保署含水利署伫咧落水客出海口营造这生态基地，效果不歹。目睭大大蕊头壳遐有2条白色纹路，全身有明显深色斑点。经过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判，确认是石虎。这是最近水利署第4号船群署伫落水溪口做生态监测调查翕到的，也是云林沿海未了地区第一摆记录到石虎出现。意外拍到了石虎出现的影像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将会持续来透过专人的巡护。持续来架设这监测设备，这一个段落变成是石虎一个安全所居的廊道，让现在已经濒危的这一些相关的物种可以有一个可以比较能够安全生活的一个位置。苗栗文化协会表示，过去捌听到大人讲，伫出海口看到山鸟，应该就是石虎。迄时阵无影像记录，无法度证实。即马用照摄影机记录清楚石虎影像，希望后续用透过林保署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协助，互未了解做石虎安居的所在。本分署已协助于邻近保安林及4合分署公有地增设3处监测相机，分工合作，进一步掌握石虎在浊水溪邻近出海口之活动状况。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这几年云林拿来港溪山区陆续记录超过30外个石虎影像，这摆落水溪出海口石虎出现，是毋是为拿来刷过来？爱个检判，未来会阁增加监测相机观察是个体还是群组？记者综合报道。AI 嘛会晓讲台湾的本土语言哦，这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会通。目前当咧流行的 AI 语言模型，拢是以外国话为主。国内就民间的这科技协会推出着台湾通用语料库计划，希望建立属于台湾本土语言的语料库。今仔日也对外电视。迄边咧卖插哩啦吼，嘿，我摕一条延长线安尼，甲插哩安尼会使哩哦。AI 嘛会使做台语的翻译。这几年来 ，AI 成做全球流行的资讯工具。也毋过目前主流的模型较欠少台湾的本土语言。面对这款状况 ，IMA 资讯经理人协会推出台湾通用语料库计划，希望建立属于台湾语言的语料库。台湾作家向阳认为。台语甲新科技对话，也是让世界看到台湾语言文化的机会。将咱台湾语言甲 AI 来相结，来三角结合，含 AI 引入咱台湾话，这毋若是台语，甲新科技、新世纪的对话，而且嘛是台湾语言文化进一步成做国际通行语言。上好的机会。
透过语料库的建立，让 AI 唔乃使讲台语、写台文，未来甚至有机会加做台语的家教，做会推广本土语言的教育。也毋过，开发本土语言的 AI， 唔但需要真济资料，佮需要母语的人才。永明交通大学的廖冠富表示讲，目前开发台语 AI 上大的困难，就是欠大量的母语人才。要找人真无简单吼，因为你会晓听，会晓讲，啊，都会晓读，会晓写，才有法度。这款人就较歹找安尼。廖教授嘛呼吁，希望台语能力袂歹的，未来会使做伙加入台语 AI 的计划，透过科技的力量，把台湾的本土语言传承落去，嘛互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日本的这个红鸭车作品预言讲，7月初5会发生大灾难，唔但日本，佫会再影响到台湾和菲律宾，互民众是真惊吓。尤其是香港的旅客去到日本旅游订单减少5成，这些专家学者也拢讲，这区合无法度准确预测地动，互民众唔通相信。日本网架我所看到的未来摆伫咧架顶，边仔也个写着标语讲：虽然你敢要相信，因为这本网架有缘伫7月初5透早4点18分，伫日本南边的太平洋会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加大海啸等大灾难，而且会影响到日本、台湾加菲律宾。和附近地区去日本旅游的人数规个降来。路透社报道，日本伫4月旅客人数有390万人。不过受到这本网架影响，5月旅客人数规个跌落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旅客人数减11%。香港的旅行社讲，去日本旅游的订单直接减一半，只好靠降价加旅游平衡险，才勉强把这个盘势停来。航空公司也受影響，盡量避免喺7月8月呢個時間去日本咯。咁可能盡量會 delay 我嘅 trip 啊，可能9月啊。Right now is the best time for me to travel for my job, so that's why we're here right now. 真侪人会相信日本网架画家龙树亮伊的预言，是因为伊伫1994年到1998年出版的内容，迄当阵就有讲，2011年3月会发生大规模的地震，就甲迄当阵发生的3.1个地震时间正大。虽然龙树亮讲，这只是伊的梦，而且伊也毋是预言家，但是这本网架效应一直伫咧社群媒体传。就专家出来讲，就算是科学预测，拢无法度遮尔准。更加何況是網架。地震が予知ができるという3つの条件があります。1つは、いつ、2つ目はどこで、3つ目はどの規模で、この3つを特定することが予知の条件ですけれども、今の科学技術におきましては、その3つ、いわゆる地震予知はできませんので、今、巷でいろいろお話しされている話がありますけど、それはデマです。最近伫咧日本九州南边的外海发生真侪小规模的地震，互民众真惊吓。东京大学的教授也在强调，只敢用淡薄仔证据就讲会发生大地震，是真罕古的代志。因过去日本的旅客明显减少，香港属计航空大湾区航空伫最近就宣布将会停飞香港飞日本、美洲加德岛的定期航班。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这摆代表归队的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支持率只剩2%到4%尔，过一年伊就要落任啊！率来替家己加一倍薪水，一个月会当领到29万台票，是因国内上价工资的30倍，遂引起民众反弹。秘鲁国际吉亚罗布扎达总统博鲁阿尔特的新闻占所有盗版版面，每年7月就要下阵。率真大方为家己加薪1倍，达到美金1万，合台票差不多29万。伫这1/3的老百姓正善车，上加工资只有317美金的国家，总统率因领30倍这么高的薪水，引起民众是一直批评。Y lógico, eso creo que solo sucede en el Perú. Por los hospitales, nomás que vayan acá al INEI y vean todo lo que se ve ahí con todos esos niños, con todos los enfermos. Esa es la realidad de nuestro país. 政府讲，这项薪水调整是比较12个拉丁美洲总统薪水综合评估了后通过。不过，分析家认为支持率只有2%到4%之间。创全球民调机构上加纪录的博鲁阿尔特加薪，若那时机唔对，根本就不应该发生。Sí, una sumatoria de comportamientos que donde apuntan es a una persona que está aprovechando el cargo, el poco tiempo que tiene, básicamente para interés personal y por
poco interés en el país。博鲁阿尔特自控制2年，用副手身份接替被罢免的前任总统上台，过任期充满人民抗议甲贪腐的见效台。乌邦暴力增加，伊个人因为受高级珠宝甲名表所无申报努力出门，造成50人死亡的镇压反对示威运动，甲控制2礼拜，当片进行手术等事件，遭到司法调查。目前反对派国会议员已经准备要撤销总统的加薪水案。公视新闻是会中报道。所观众朋友，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